动身体好，不管工作有几无限的，要去请时间做运动，这样才会健康。但是呢，一个人做运动较无聊，做在群朋友穷下像安东人啊，网友讲很好了，穷下来去运动，好冇？穷下来去运动，好冇？穷下来去运动，好冇？一起去运动好吗？现在我们去看看怎么用这一句话。来去，穷下来去运动。球都是你在进，我都没有玩到，讨厌。哎呀，不要这样嘛！打篮球，我是 No.1 呢。哎，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灾患，口渴。你呀，可不可以帮我这一个高手去拿一下棉趴毛巾，还有一瓶水？棉趴毛巾水。我陪你打篮球，打篮球已经很累，你还要叫我帮你做事啊？去嘛！拿去啦！哦，不要这样这么不甘愿嘛！哎，大家都是好朋友嘛。哼，可是我觉得啊，你们男生打篮球很累，又会流汗的。哼，我觉得呢，最好玩的啦，还是动球撞球是最好的运动。哎呦。动球撞球，这个叫休闲活动，不是运动。不过不管是休闲活动还是运动都 OK， 只要运动都对身体好。所以呢，以后有空我们约啊，穷下来去运动，一起去运动。复习时间：口渴、灾患、毛巾、棉趴、打篮球、撞球、动球一起去运动，穷下来去运动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 分享客家穷下来讲客家吧。